美國國債總額已經衝咗上去36萬億美元。有人話呢一個就好似一個巨型嘅定時炸彈，唔少嘅資金湧入黃金，甚至轉向搶購歐洲嘅國債，係咪代表咗大家開始對美債失去咗信心，甚至乎擔心美國還唔起錢呢？其實要講清楚，美債本身爆唔爆煲同美元會唔會貶值係兩回事。我想講美國違約嘅機率係極低，因為最終兜底嘅係美聯儲。印美元還美元呢一個機制未變之前，所謂嘅爆雷基本上係冇可能。但問題係，如果為咗還債而加速印銀紙，美元購買力就會持續下滑，攞嚟避險嘅價值就會削弱。我哋睇翻數據，單係舊年04年6月，美國就有6萬億嘅國債到期，比我哋全個中國嘅國債總量仲要多。所以美國繼續靠發新債還舊債，市場就會擔心一旦美聯儲再開水喉，美元就會大幅貶值，資金跑輸通脹。而家大家唔係質疑還唔還到錢，而係質疑還出嚟嘅錢值唔值錢。早喺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，美國都曾經透過狂印銀紙去化解危機。當時全球都中招，美元貶值，各國持有嘅資產都被稀釋咗。所以你見到，即使美債收益率超過咗4厘，都會有好多嘅機構選擇減持，唔係因為怕違約，而係怕購買力縮水。而特朗普嘅做法更加劇咗呢個市場嘅憂慮，佢試圖用關稅戰去強迫其他國家去買美國貨，甚至據報曾經提出要將某啲外國央行持有嘅美債變成100年期嘅零息債券，即係等於攞你嘅資產免費借俾佢一世。咁樣嘅玩法當然會令全球更加恐懼美元嘅霸權。咁美元霸權係咪就咁快完結呢？其實咁又未咁快嘅。二戰之後，美元地位建立喺強大嘅實體經濟同黃金儲備之下，即使而家美國嘅 GDP 佔比由高峰嘅56%跌到26%，仍然係全球第一大嘅經濟體，美元仍然係全世界儲備貨幣之首。但明顯地，各國都開始分散風險，黃金持倉上升，歐盟國債成為咗資金嘅避風港。搶購歐債其實係為咗唔將所有嘅倉位壓喺美債。呢一場風險重估唔係崩潰，而係資產配置嘅方式出現咗轉變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啟發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可以 share 俾你嘅朋友一齊去了解更多。我定時都會喺我嘅 Patreon 同群組更新一啲中立嘅分析同部署嘅策略。想掌握資產重估下點樣去應對，歡迎大家一齊加入我嘅 Patreon。